政府於2020年設立香港增長組合，下稱該組合。其後任命咗8家私募股權投資機構為普通合夥人，下稱合夥人，為該組合作策略性嘅投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該組合合夥人的物色程序、甄選準則，包括會否優先考慮具投資本地科創項目經驗的團隊，以及監管機制為何？會否定期檢視及完善有關程序、準則及機制？若會對哪些範疇作出調整？二、鑑於據悉有合夥人至今未作出任何投資，甚至未在港開設辦公室及建立投資團隊，政府如何作出跟進？包括會否考慮收回未用作投資的資金，以分配給其他合夥人？及三、鑑於政府於2022年表示會於該組合運作5年後開始披露回報，屆時亦會一併考慮定期公佈的安排。政府有否向合夥人作出有關指示，以及有何後續跟進工作？包括會否對合夥人的投資策略及表現進行全面評估？在正式實施披露安排前，政府有何措施確保合夥人善用資金，以獲取最大的投資回報？對呢件事呢，即係政府我哋有名專業投資機構作為合夥人，為香港增長組合做投資呢，我諗呢個亦都係業界或者我哋科技界多年嚟嘅訴求嚟嘅，即係呢件事我哋絕對係支持嘅。咁對呢件事嚟講呢，喺個行規嚟講，我哋問咗好多業界嘅朋友呢，政府唔公佈一段時間內唔公佈佢投資嘅回報率呢，亦都係一個行業嘅一個準則。咁大家都係好支持呢樣嘢嘅。咁但係即係對於個別一啲被選嘅基金呢，合夥人呢，確實佢哋有冇足夠嘅科技領域嘅投資嘅經驗呢？呢個我哋亦都有啲基金朋友會質疑。咁當然啦，局長答咗投資委員會嘅組成啊、嘅甄選嘅過程啊，亦都入邊有大部分都係有經驗嘅基金嚟嘅。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可靠嘅方向。咁但係有一樣嘢我想問嘅咧，主席就係其實我哋對成個過程選擇咗呢啲普通合夥人同埋基金咧，我哋呢個計劃係我針對係香港增長組合係冇公開個基金嘅名嘅嚇，或者普通合夥人嘅名。其實呢個喺出邊嚟講咧，好多而家嚟香港我哋嘅科技公司咧落地咧都會問我香港政府好似投資咗幾個我哋增長組合基金喎，我想去問下，即係有啲嚟香港落地嘅一個考慮係想揾投資者嘅。咁如果我哋唔公開呢啲基金名，其實佢都要估下，我係咪應該去同呢啲基金去點去接觸呢？咁喺好多科技企業落地嚟講咧，呢一個亦都係比較奇怪。咁同埋好多我睇翻海外嘅產權基金啦，包括我哋本地政府嘅其他基金，譬如 IT Venture Fund 咁樣，我哋都係有公布嗰個被選擇嘅投資基金嘅名嘅，基金經理團隊嘅名嘅。咁所以我哋點解喺呢個環節度，特別香港增長組合度，我哋咁耐冇公開公布我哋被選擇嘅普通合夥人嘅名咧？呢個我想問一問局長。